各位聽眾，你哋好，歡迎收聽10月31號香港新聞整合。以下內容包括本地新聞、國際新聞、財經消息、體育消息、影視娛樂與音樂、數碼科技及生活娛樂、天氣報告，涵蓋社區脈動與全球視野及生活資訊。以下係詳細報道。本地新聞：沙特公立學校初中設中文必修科，學者認為可推動中沙關係。沙特阿拉伯嘅公立中學舊年開始中文科成為初中年級必修科目，有當地學生表示好鍾意中文，但覺得寫字最難。有學生認為學中文好有趣，形容中文係未來嘅語言。中大醫學院同英國牛津嘅糖尿病研究指，配合強化治療可以節省住院費。中大醫學院話，二型糖尿病有年輕化趨勢，平均每10個患者當中就有1人係喺40歲之前發病。中大醫學院同英國牛津大學展開研究，根據本港超過2萬個糖尿病患者嘅數據，當中最年輕嘅只有18歲。團隊推算同結合實際情況之後發現，每100個患者當中有近20%會出現可致命嘅併發症，例如中風。如果配合強化治療，住院費方面人均每年可以節省5540蚊。醫療收費改革明年起實施，醫管局專隊下個月起分流處理減免申請。公營醫療收費改革明年起實施，預計合資格受惠醫療費用減免嘅人數將由30萬大增至140萬人。醫管局喺7個聯網成立咗專隊，下月起分流處理減免申請。明年1至2月會喺公院應診嘅市民，可提早喺今年11至12月申請預先審批，而喺覆診前獲發新嘅醫療費用減免證明書。出年1至3月亦都會有過渡性安排，例如為未交齊文件但有緊急醫療需要嘅病人，提供有條件減免。文昌運輸涉貨物裝卸碼頭致命工業意外，被罰20萬蚊。文昌運輸有限公司因為違反工廠同埋工業經營條例嘅規定，被勞工處檢控，今日喺觀塘裁判法院被判罰款20萬元。案情涉及一宗於舊年9月喺油麻地一個貨物裝卸碼頭發生嘅致命意外。一名工人協助將一台重型烹飪設備從貨車嘅尾板卸下嘅時候，該設備突然翻倒，並從尾板墮下，將工人擊斃。警方國安處落案，起訴2名男子串謀煽惑暴動等罪，下晝提堂。警方國安處落案起訴前日被捕嘅2名32歲及34歲男子，2人合共被控一項串謀煽惑暴動罪，其中32歲男子另被控以一項煽惑暴動罪。案件喺今日下晝喺西九龍裁判法院提堂。國安處琴日下晝突擊搜查九龍一個單位，檢獲3把複合弓，連同12支箭及2把武士刀。一名46歲嘅男子因涉嫌管有攻擊性武器並有所意圖罪名被捕，正被扣查。環保署臨時點篩選華家沙雜港冧樹，410公噸物料可回收再造。超強颱風華家沙早前吹襲香港，環保署試行喺近市區嘅3個地點，包括沙田、青衣同埋金鐘，設立樹木臨時處理點。署方話，共接收超過570公噸塌樹物料，當中篩選出大約410公噸物料適合回收再造。物料經破碎處理之後，運輸所需嘅車次由原本約130車次，大幅縮減至現時約90車次，效率提升之外，亦都減少碳排放。甯漢豪積極保育自然同歷史文化資源，成為北都重要部分。發展局局長甯漢豪上周參與財政司司長率領嘅特區代表團考察北京城市副中心同埋河北雄安新區，了解兩區喺城市規劃、重點設施建設、產業發展同埋環境保育等方面嘅經驗。明年第4季有4區開展社區藥房服務，醫管局病人可預約復配藥物。社區藥房計劃明年第4季推行。基層醫療處公布社區藥物名冊運作機制，並推出基層醫療社區藥房指引。醫務衛生局公布，社區藥房首階段招標會喺未來1至2個月進行，先為東區、油尖旺、沙田及元朗區招聘，預計明年第4季有關4區可以開展社區服務。到2027年第4季，全港18區各有4至5間社區藥房。按揭中介話，本港銀行減息0.125厘，供樓人士每月節省1.6%。美國聯儲局減息0.25厘，本港3家發鈔銀行先後公布減息0.125厘，最優惠貸款利率 P 降到5厘至5.25厘。中原按揭董事總經理黃美鳳表示，減息後按息減至3.25厘計，貸款額100萬元，還款期30年，每月供款將減少69蚊或者1.6%。
假資料申請澳門博彩公司賭博信貸賬戶，3名港人涉詐騙被捕。澳門司警拘捕4名男女，包括3名港人同埋1名澳門人，涉嫌偽造銀行紀錄，騙取賭場貴賓廳批出賭博信貸賬戶申請，其取走俗稱嘅泥碼。有2間賭博公司報稱合共損失1700幾萬港元，4人涉嫌以相當巨額詐騙及偽造文件罪，下晝移交檢察院偵訊。維園年宵市場攤位競投結束，競投總收入大約903萬元。維園出年農曆年宵市場攤位公開競投結束，攤位競投總收入約903萬元。食環署發言人表示，維園年宵市場共有400個攤位喺3日嘅公開競投中租出，包括170個普通型乾貨攤位、46個大型乾貨攤位、180個濕貨攤位及4個快餐攤位。總結競投結果，普通型乾貨攤位嘅成交價由8540蚊至6萬蚊，平均競投價為17847蚊，最高成交價為6萬蚊，約為底價8540蚊嘅7倍。而大型乾貨攤位嘅成交價則由12810蚊至51000蚊，平均競投價為2256優22561蚊，最高成交價為51000蚊，約為底價12810蚊嘅4倍。青沙禪院工人被電動鏈鋸割傷死亡，勞工處調查並發暫時停工通知書。屯門青沙禪院尋日發生一宗工業意外，1名63歲男工人死亡。勞工處表示高度關注，指意外中男工喺修剪樹木嘅時候被電動鏈鋸割傷，其後被發現嘅時候已經證實死亡。對於喺意外中有工友身故，處方十分難過，並對佢嘅家屬致以深切慰問。鳳德村6700居民評估34人現輕微病徵，未發現感染肌孔肯亞熱。衛生防護中心表示，早前確診肌孔肯亞熱，但感染源頭有待確定嘅55歲女子，病毒基因分析工作仍喺度進行。截至今日下晝5點，冇錄得新增感染肌孔肯亞熱個案。政府高度關注醫委會擱置研訊，要求交代處理投訴同紀律研訊機制。政府發表聲明，對醫委會近日決定永久擱置一宗研訊個案嘅處理表示高度關注。醫務衛生局局長已經去信醫委會主席，要求醫委會交代處理投訴嘅調查同埋紀律研訊機制，並因應有關個案全面審視機制，並提出完善機制嘅建議，以符合社會同市民對醫護專業水平同操守嘅期望。醫委會需恪守其行公義、守專業、護社群嘅使命。南昌街的士同私家車相撞，2人傷，私家車司機昏迷送院。深水埗發生私家車同的士相撞交通意外，事發喺今晚近7點，警方接獲途人報案，稱一架的士同一架私家車喺南昌街同醫局街交界相撞，2人受傷，其中私家車司機昏迷送院。洪水橋新發展區第2期住戶遷出，89歲婆婆同家人獲安排臨時住宿。地政總署聯同相關政府部門今日就洪水橋廈村新發展區第2期進行聯合行動，要求90個已過遷出限期嘅住戶離開。喺行動中受影響住戶都自行遷出。北部都會區社交專頁提到，行動中涉及1名89歲婆婆及其嘅屋企人。早於約3年前，該住戶已經被通知預計嘅遷出限期，就安置安排。該住戶早前經申請之後，已經獲轉介至房協審批及編配單位。國際新聞：巴西里約警方打擊販毒集團行動，增至逾100人死亡。巴西里約熱內盧警方大規模打擊販毒集團嘅行動，警方公布增至119人死亡，當中包括4名警員。負責為貧民提供法律協助嘅公共辯護律師辦公室就表示，至少有132人喪生。中方暫停稀土出口管制措施1年，美方取消對華加徵1成芬太尼關稅。中美元首喺南韓釜山會談後，中方公布美方將取消對中國商品加徵嘅10%芬太尼關稅，對中國商品加徵嘅24%對等關稅將繼續暫停1年。中方將暫停實施稀土出口管制措施1年。美國總統特朗普就表示，中國會立即開始購買大量美國大豆，美國對華進口商品徵收嘅關稅會下調至47%。佢將喺明年4月訪問中國。巴黎羅浮宮劫案增至7人被捕。法國巴黎羅浮宮劫案，檢察當局表示，再多5名疑犯被捕，包括1名主要嫌疑人，令被捕人數增至7人。
當地傳媒報道，繼先前落網嘅兩名疑犯，巴黎當局喺當地星期三晚間再展開逮捕行動。早前拘捕嘅兩名男疑犯，分別34歲同埋39歲，都有案底，兩人已經承認參與案件。檢方表示，將會以盜竊罪同共謀犯罪正式起訴兩人，並已經提出對佢哋繼續實施臨時羈押。特朗普倘以0分到10分評價同習近平會晤，呢一次會晤係12分。國家主席習近平喺南韓釜山同美國總統特朗普結束會晤。英國廣播公司報道，特朗普由南韓返美途中接受訪問時表示，呢一次會晤非常成功，雙方喺好多方面達成共識。如果以0分到10分嚟評價，佢會話呢一次會晤係12分。高市早苗與李在明首次會談，雙方同意推進日韓首腦穿梭外交。日本首相高市早苗與南韓總統李在明喺慶州首次會談，共同社報道，雙方一致同意積極推進首腦頻繁互訪嘅穿梭外交，又確認將利用雙方領導力管控各自立場唔同嘅各個懸案，面向未來穩定發展雙邊關係。鑒於當前嘅戰略環境，雙方又就包括美國在內三國合作嘅重要性達成共識。日本熊害致死人數創新高，政府開會討論應對措施。日本今年4月以嚟已經有破紀錄嘅有12人被熊襲擊喪生，比先前死亡人數最多嘅2023財政年度全年增加1倍。政府首次就熊害問題召開閣僚會議，討論應對措施。商務部美方取消對中國商品加徵10%芬太尼關稅。喺北京，商務部表示，中美經貿團隊通過吉隆坡磋商達成嘅共識包括，美方將取消針對包括港澳特區在內中國商品加徵嘅10%所謂芬太尼關稅，對中國商品加徵嘅24%對等關稅將繼續暫停1年。中方將相應調整針對美方有關關稅嘅反制措施，雙方同意繼續延長部分關稅排除措施。財經資訊，恒指低收63點，銀行股個別發展，地產股向下。港股跟隨內地股市先升後回，恒生指數午後最多跌近210點，收市報26,282點，跌63點。主板成交額重上3000億元，升至3538億元，登逾2星期以嚟最高。本港銀行跟隨美國減息，銀行股個別發展，匯控升逾1%，中銀香港跌近1%。中午公布季度業績嘅渣打高收逾4%，地產分類指數跌逾2%，長實、新地同埋恒地跌逾1%至近3%，內房同物管股亦都下跌。科技指數喺美市一度失守6000點關口，收市報6051點，跌幅大約0.7%。舜宇光學跌近5%，係表現最差嘅恒指及科指成分股。金屬相關股份做好，紫金礦業升近5%，中國宏橋急升逾8%，係表現最好嘅兩隻藍籌股。台股收市變動唔大，台灣股市收市變動唔大，加權指數收市報28,287點，跌7點。日股創新高，收市靠穩。日本股市創新高，日經平均指數高見51,657點，收市報51,325點，升17點。韓股高收0.1%，創新高。南韓股市創新高，首爾綜合指數高見4146點，收市報4086點，升5點，升幅0.14%。滬指失守4000點關口收市，創指跌近2%。內地股市反覆低收，滬指失守4000點關口，創業板指數跌近2%。煤炭開採加工、油氣、證券相關股份下跌，能源金屬、風電設備、港口航運等股份則上升。上證綜合指數收市報3986點，跌29點，跌幅0.73%。深證成分指數報13532點，跌159點，跌幅1.16%。創業板指數報3263點，跌61點，跌幅1.84%。在岸人民幣對美元收市跌近120點子，在岸人民幣對美元收市報7.1107對1美元，較上日收市跌116點子，中間價亦都自1年幾高位回落，報7.0864，較市場偏強逾190點子。Meta 上季盈利大跌83%，受一次性稅務費用拖累。Meta 第三季盈利27.1億美元，按年大跌83%，受到大移美法案帶嚟約160億美元嘅一次性稅務費用影響。
每股盈利1.05美元，撇除非現金開支影響之後，每股經調整盈利7.25美元，高於市場預期。Meta 喺盤後交易時段，股價一度跌多達9%，較早時仍然跌逾7%。人民幣對美元中間價跌21點子，人民幣對美元中間價報7.0864，較上日中間價跌21點子，扭轉連日升勢。人行開展3426億元人民幣逆回購操作，單日淨投放1301億元。人民銀行公開市場開展3426億元人民幣7天期逆回購操作，利率維持1.4厘。對沖到期量之後，公開市場單日淨投放1301億元，連續5日淨投放。匯豐減息0.125厘港元最優惠利率降至5厘。匯豐宣布下調港元最優惠利率0.125厘，降至5厘，聽日起生效。港元儲蓄存款利率亦都調低0.124厘，戶口結餘5000蚊或以上嘅年利率減至0.001厘，5000蚊以下則維持零。中銀同埋渣打下調最優惠利率0.125厘。中銀香港公布下調港元最優惠貸款利率0.125厘，年利率降至5厘，港元活期儲蓄存款利率下調至0.001厘，下晝一起生效。渣打香港公布下個禮拜一起港元最優惠貸款利率下降0.125厘，年息降至5.25厘，港元儲蓄戶口利率下調至0.001厘。恒生銀行私有化計劃文件寄發最後期限延至12月17日。匯控、匯豐、亞太同恒生銀行發出聯合公告，表示由於需要時間為私有化恒生銀行嘅建議編製計劃文件內嘅資料，包括恒生銀行獨立財務顧問嘅意見及恒生銀行獨立董事委員會嘅建議，以及進行高等法院對計劃嘅程序，因此已經根據收購守則相關規則向執行人員申請，而執行人員已經同意將寄發計劃文件嘅最後期限由今日延長至12月17日。比亞迪股份上季盈利按年跌近33%。比亞迪股份公布上季嘅盈利按年跌近33%，至到78.2億元人民幣，營業收入跌3%，至到1949.8億元。今年首9個月盈利按年跌近8%，至233.3億元，營業收入升近13%，至5662.7億元。馬自達卡上季業績勝預期。馬自達卡公布上季盈利按年升20%至39.3億美元，經調整每股盈利4.38美元，好過市場預期嘅4.32美元。期內收入按年升近17%至86億美元，高過市場預期嘅85.3億美元。以當地貨幣計，上季總交易金額增長9%，跨境交易量增長15%。默沙東上季經調整每股盈利及收入好過預期。製藥公司默沙東公布上季經調整每股盈利2.58美元，高過市場預期嘅2.35美元。期內收入升4%至172.8億美元，好過預期嘅169.6億美元。公司將全年收入及經調整每股盈利指引範圍收窄，最新預計收入介乎645億至650億美元，經調整每股盈利預計為8.93至8.98美元。體育消息。阿仙奴同車路士同埋曼城分別於英格蘭聯賽盃奏凱。英格蘭聯賽盃，阿仙奴、車路士、曼城、水晶宮同紐卡素分別擊敗對手晉級8強。阿仙奴主場憑旺拿尼同薩卡分別喺57同76分鐘嘅入球，兩球淨勝白禮頓。上半場領先3球，作客嘅車路士換邊後被狼隊連追2球，傑廷斯喺89分鐘為客軍再次拉開比分。雖然狼隊喺補時再入1球，亦都無阻車路士最終以4-3贏波。半場同史雲斯踢成1-1嘅曼城，憑馬莫殊喺77分鐘同卓基喺比賽尾段分別建功，作客3-1擊敗對手。水晶宮作客3球清脆擊敗利物浦。紐卡素主場2-0擊敗熱刺。港隊於亞青運單車及游泳項目共取得4金3銀獎牌。喺巴林舉行嘅亞洲青年運動會，港隊喺單車同游泳項目合共取得4金3銀，共7面獎牌。港隊泳手馬子玲同徐奕琪分別喺女子200米自由泳、男子100米蛙泳以打破亞青運紀錄嘅成績奪金。文匯喬喺女子100米蛙泳亦都為港隊增添金牌。同日較早時間，單車代表李元俊喺男子個人公路賽為港團取得今屆第8面金牌。中國香港代表團至今已經得11金9銀8銅，共28面獎牌，暫時排名獎牌榜第6。影視娛樂與音樂。球星翻身機變臉再戰球場，結局故事未完。
格倫鮑威爾 Glen Powell 憑壯志凌雲、獨行俠、真的很愛你同埋龍捲風等電影邁向一線演員行列，早前更殺入影視串流平台 Disney Plus。主演劇集《球星翻身記》Chet Powers， 聯同洛基米高和德倫 Michael Waldron 擔任創作人，並身兼編劇及監製多職，盡現多方面才華。球劇講述聲名狼藉大學美式足球員變臉後加入小型球隊搏翻身嘅經過。前日28日播出第6集結局，可係故事似乎未完結，暫時官方仲未宣布開拍第二季。但米高受訪嘅時候承認最後一集結尾只係一個開始，佢同格倫計劃仲有第2、3季，希望能夠將故事完整講完。海中沉睡的鑽石4獎大捷，重版逃離內稅封帝後，2025東京電視劇大獎前晚舉行頒獎禮 ，TBS 海中沉睡嘅鑽石包辦大獎，最佳導演總原亞由子、女配角參色花同埋主題曲合共4獎，成為大贏家。另外7部日劇包括《東京沙拉碗》、《遇上老師》、《The Hot Spot》，直到破壞咗丈夫嘅家庭，宛如靈光夫婦若和，豈有此理呢書從繁華如夢故事及黃金神威、北海道刺青囚犯爭奪篇一同獲頒優秀獎。海劇以1955至1964年間嘅長崎端島為背景，講述4個青梅竹馬好友之間嘅故事。新社長 Project 大團圓結局收視跌。浪漫醫生金師傅韓碩圭主演韓國有線頻道 TVN 劇集《新社長 Project》，前晚播第12集結局，收視不升反跌至8.6%，比上集少0.5個百分點，但仍然力壓 ENA 善良的女人夫婿離第10集5.1%，繼續成為同時段劇集收視冠軍。香港觀眾可在煲劇平台 One View 收睇新劇。炸藥屋 Netflix 收視清冠，回應五角大樓批評編劇堅持內容準確。影視串流平台 Netflix 琴公布10月20至26號嘅一周收視。奧斯卡首名最佳女導演嘉芙蓮碧格露 Catherine Bigelow 嘅新片《炸藥屋》，儘管片中對美國導彈防禦系統嘅描寫引起五角大樓不滿，認為未有如實反映美國現有能力，但本月24號上架，短短3日錄得2210萬觀看次數。不單止係英語電影榜清冠，亦都係上個禮拜最多人收睇嘅影視作品。嘉芙蓮早前承認拍攝過程中冇尋求五角大樓協助，但有聘請多名曾經喺國防部任職嘅技術顧問詐騙編劇諾亞奧本海默 Noah Oppenheim 日前亦都回應話：我哋尊重唔同意，但片中呈現嘅內容絕對準確。佢承認拍攝過程中冇同五角大樓直接溝通，但勤導演有相關嘅大量研究，並得出結論：我哋嘅導彈防禦系統並唔完美。如果五角大樓願意討論點樣改進，或者下一步點樣比大家更安全，我哋非常樂意參與咁樣嘅對話。余香凝扮新娘唔敢飲水，吉岡里帆讚雙喜製作用心。余香凝火拍消失嘅情人節，劉冠廷同九龍大眾浪漫、吉岡里帆合演台灣片《雙喜》，入選第38屆東京國際電影節世界焦點單元，尋喺東京日比谷嘅戲院世界首映。三人聯同編劇及導演許成傑、監製苗華川出席映後分享會。木村促觀眾多拍獎賀山田洋次得獎，憶童年目擊男人之苦柴又取景，幸福黃守坤。日本殿堂級導演山田洋次以94歲高齡交出新片《東京的士》，由萬人迷木村拓哉火拍75終身計劃，84歲倍上千惠子主演，入選第38屆東京國際電影節焦點作品插首映，並向山田洋次頒發特別成就獎。木村拓哉獻花及送抱祝賀，又鼓勵觀眾掌聲要更熱烈。稱跟山田洋次合作，品佢憶起童年喺柴又嘅生活，曾經目擊對方喺拍男人之苦。哲眉軍閥向妹逼婚，指出頭陷四角關係。李若天、黃俊北、陳建宇同余日雷主演，歐譚海執導24集內地微短劇《哲眉》，改編小說《落寞》，冷血少帥輕點愛，每集10分鐘。舊年終於內地芒果 TV 首播獲好評，近日喺 MyTV Super 上架，首5集免費。擅長拍短劇嘅歐譚海，曾獲絲綢之路國際電影節、福州互聯網影視盛典最佳短劇導演。鄧麗欣舊愛王子被指搭上人妻果果，被陸犯姜彥峰稱握證據，王子稱目不當企圖。鄧麗欣舊愛台灣棒棒堂成員邱勝益王子被爆介入男星犯姜彥峰與前啦啦隊員太太蒯聿嘅婚姻。
范姜彥峰尋日喺社交網以道德淪喪、婚內出軌發文及拍片怒攻王子，破壞佢嘅家庭，話掌握證據，並斥怪怪講大話唔眨眼，仲想引導佢簽署放棄婚後財產分配嘅條約。怪怪對此發聲明話正辦離婚，反指范姜彥峰提出嘅離婚金額超出佢負擔，對方喺影片所講同事實不符。王子喺聲明強調，我唔係破壞家庭關係嘅人，承認喺果協議離婚過程中過度關心超過朋友間應有界線，向各方道歉。鄧月平首征亞洲跆拳道賽摘銅。鄧月平近年投入武術與跆拳道，跨界成運動員。8月喺亞洲跆拳道 ITF 國際賽香港選拔賽，由48公斤組別越級挑戰52至58公斤組別，以第一名資格代表香港出戰本月中喺馬來西亞布城舉行嘅第11屆布城跆拳道挑戰賽2025。首次參加亞洲級賽嘅佢，奪得 A18 女子黑帶48公斤以下組別季軍，為港爭光。單正豐貼星秀大熱待指貝奪冠。無線選秀節目星秀決賽將喺周日11月2號舉行。琴日8強學員指貝、馮希哲、蕭可欣、周志敏、林傑森、曾敏芳、永橋同埋柯宇飛到上水出席拉票活動。大熱內指貝隨獲師兄單正豐選為冠軍心水，又成8強互相投票，學員互選星秀冠軍。同係熱門嘅馮希哲，現場最多粉絲支持，獲現場觀眾最撐學員。楊樂文應 Mirror 失準，岑嘉佢嘅林嘉熙話試當真，上下已破冰。導演簡君進發行挪威成人動畫出征特工隊，前晚上為動畫配音嘅男團 Mirror 隊長楊樂文、林嘉熙、岑嘉琪、陳漢娜同埋凌文龍出席首映禮。首次為動漫配音嘅楊樂文一人分飾兩角，由於兩個角色性格同聲線不一，要持續輸出唔同聲線，對佢嚟講係挑戰。梁朝偉禪修反思，仍難甩渣男標籤。Dear Jane 預告出席新城頒獎禮，新城勁爆頒獎禮2025 12月27號嘅會展舉行。尋日於馬鞍山舉行 Halloween Party， 近百歌手以蛙鬼造型出席迎接萬聖節。華納唱片過去2年冇參與勁爆頒獎禮，今年跟新城破冰，各隊 Dear Jane 率華納師弟妹亮相，稱氣氛好熱鬧，預告會出席頒獎禮。C AllStar 成員梁朝偉早前遭拍拖4年半，化妝師女友爆出軌，琴手回應話禪修反思人生，已經整頓好重新出發，並承認難甩渣男標籤，唯有做好本分，專心創作。李幸倪、Gin Lee 同泳兒舊年奪勁爆女歌手金獎同銅獎，有信心今年再有獎。數碼科技及生活娛樂。西九藝術公園草坪及海濱長廊今日暫時封閉兩博物館，提前閉館。西九文化區管理局提醒公眾，為配合喺西九文化區舉行嘅大型活動，藝術公園多處草坪同埋海濱長廊喺今日暫時封閉。西九文化區內博物館、表演藝術場地同藝術公園內嘅餐廳、咖啡店同美食車將如常開放。M+ 同香港故宮文化博物館喺今日提前喺下晝5點45分閉館。警方亦都會喺下晝5點45分至到夜晚10點30分喺博物館度實施臨時交通及運輸安排，屆時部分行車線會被封閉，行車方向亦都有所更改，部分專利巴士以及專線小巴站會臨時遷移站點。管理局呼籲訪客提早計劃行程，盡量乘搭公共交通工具前往西九，並留意現場指示牌，駕駛人士應該保持忍讓並遵從警方嘅指示。卓永興 AI 係強化公共治理嘅重要工具，目標半年後陸續推展項目。政務司副司長卓永興主持 AI 效能提升組首次會議，統籌決策局同埋部門以 AI 技術賦能提升政府效能及科技革新嘅工作，並商討工作計劃及時間表。運輸署再批出2個自動駕駛車輛先導牌照，包括喺啟德指定路段測試。運輸署公布批出2個自動駕駛車輛先導牌照，分別批准喺連接港珠澳大橋香港口岸與機場航天城嘅航天走廊，以及喺九龍東指定路段進行自動駕駛車輛嘅跨區測試。獲批准嘅測試項目包括涉及7鏡以自動駕駛操作嘅公共小型巴士，往來大橋、香港口岸與航天城。另一個牌照係涉及批准10架自動車喺啟德發展區同九龍灣指定路段進行測試。房委會喺白田村公營房屋重建項目首次應用 AI 天秤系統。房委會喺白田村公營房屋重建項目首次應用人工智能天秤系統。天秤操作員可於配備 AI 天秤系統嘅地面智能駕駛艙，遙距操控吊運工作，
無需每日上落天秤，並長時間喺高空工作。有 AI 天秤操作員話，引入新系統之後，可改善工作環境。房屋署表示，應用 AI 天秤系統令到吊運效率提升大約3成，可提高建屋效率。天氣報告。氣溫攝氏25至29度，相對濕度60%至85%。一股東北季候風會喺今日稍後抵達華南沿岸，周末期間該區氣溫稍為下降，天氣乾燥。受季候風補充影響，下個周初廣東沿岸風勢頗大。此外，預料一個低壓區會喺周末至下個禮拜初於菲律賓以東至西北太平洋逐漸發展，較大機會喺下個禮拜中期橫過菲律賓並進入南海中南部，移向越南一帶。資訊聲明。新聞來源為香港電台及埋明報，而財經、體育、娛樂、科技等資訊源於各資訊平台綜合整理，內容已全部經過核實。我哋將會每日為你報道新聞，請繼續關注我哋嘅更新。感謝你收聽今日嘅新聞報道，祝大家度過愉快嘅一日。我哋聽日再會。